大家好，地區視頻內容係黃山港嘅一方言老客家話嘅詞彙兒童比較。黃山港客家話有無數詞彙來源於一方言，包括碗、湯、馬路、廢除、白綠等常用詞彙。第幾個詞彙來源客家話分別講淺、遲、好過、撇破、飲沙。一方言詞彙在客家話嘅明顯增多，主要集中出現在非洲蒙地、設置港地各地，尤其係一哩桂南地區擁有500萬客家人口嘅客家分居地區。桂北嘅潮州、河州嘅客家話嘅一方言詞彙相對比較少，在桂南地區嘅客家話有啲來自一方言嘅詞彙係斥責沿用，有啲詞彙融合了一方言人數老客家話原本人數組合成新詞。比如我們嘅愛弟就係年輕福祿，就係普通話嘅門，華人客家話嘅等，我們華人客家話講愛等人，我們、你們、他們，黃山港一方言講我哋、你哋、佢哋，黃山港客家話講愛哋、你哋、佢哋。睇係一方言詞彙，黃山港客家話冇講嘅係寬不就忙。一哩地區嘅客家話沿用了第個詞彙。放牛，黃山港客家話講撞牛，黃山港一方言講睇牛。蟑螂，黃山港客家話講黃漆，一方言講曱甴。箭跳燈，華人客家話講溪，黃山港客家話冇講溪，講擔，一方言講擔。但係拿、儲物，無論太細都可用溪，呢係黃山港客家話嘅特點。其餘老華人全唔同。黃山港嘅一方言講攞，黃山港客家話也可以講攞。回家，黃山港客家話講轉屋卡，黃山港嘅一方言講回屋，廣州話講返屋企。親屬稱為母親，當面稱呼，黃山港客家話講阿妹，黃山港一方言講阿媽。黃山港客家話在每稱母親之時可以用外表達，通常用也外表示父母、外祖母、外婆這個親屬稱謂。在好多地方嘅客家話都用家婆，相應嘅外祖父、外公用詞為家公，包括梅州市嘅豐順人、五華人、興寧市等人士。黃山港客家話也屬於第二類型，講家公、家婆。黃山港一方言沒有這種稱謂。蜘蛛，在各地客家話普遍用拉卡的詞，黃山港客家話沿用這個講法。黃山港一方言講製造。客家話特徵詞撩係玩耍嘅意思，黃山港客家話也係用這個詞。黃山港一方言用耍，廣州話用玩。下雨，部分客家話講落雨，部分客家話包括黃山港客家話在內講落水。黃山港一方言講落雨，這也係兩個地區嘅兩大方言嘅明顯差異之一。華人客家話兩種講法都可以。姐姐一詞，黃山港一方言講姐，客家話講姊，阿姊用詞唔同。顏色係黃山港一方言同普通話講黑，客家話講烏，蒼蠅講烏蠅。黃山港一方言講蒼蠅。黑龍江省七日黑龍江省冇用烏。客家話特徵詞之一，知道土地的數目，黃山港一方言講識。要不要客家，黃山港客家話講法係愛唔愛，係客家話嘅特徵詞之一。黃山港一方言講要冇要。筷子講醋係客家話特徵詞之一。
房山講一方言講快字，白話是有部分地區嘅一方言講快處，兩廣地區有部分客家話也講快處。鳥，房山講一方言講雀仔，房山講客家話講雕，讀音同雕。客家話上山路常見讀音平調，鳥讀雕音。佢係偏灰通詞，鳥也符合客家話嘅音偏規律。麻雀，房山講客家話講四角調。廚房、家、客廳、廚房，房山講客家話分別講屋下、廳下、座下。房山講一方言沒有地樣嘅講法，講嘅係屋、廳、廚房。廚房回家，客家話一般講轉屋下。廚房吃晚飯，房山講客家兩態方言用詞也無同，一方言講食晚，客家話講食夜。廚房吃午飯，兩方言講法日子都講食晏晝、食晏晝。吃早飯都用食早，讀音無同。上墳掃墓，房山講一方言講拜山，筆就講掃山。兩廣地區客家話多數講掛字，房山講老梅人客家話都係講掛字。